咱今麦所收听的是 FM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大家好，我是彰化县政府社会处处长王兰心。彰化县政府办理育有未满2岁儿童育儿津贴，每个月补助2500元到5000元，第3胎再加码补助1000元哦。详情请洽儿童户籍地的乡镇市公所，或拨打0472402249。彰化县政府关心您。本广告由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彰化县政府社会处提供。2019年鹿港世纪红东方活动就要开始了，按11月初2到12月初8，在咱鹿港公会堂文小武预定地将会有一系列好玩的活动，包括有咱的网络红人快闪趴、三太子趣味竞赛、乌娱乐师姐、露天电影院、通往闯关活动，还有大家上爱新时代晚会以及幸福小实验，欢迎全家大小做伙来佚佗。我是鹿港镇长何志宏，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鹿港世纪红活动，大家来鹿港欢乐一整月。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1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预防流感，大家爱注意哦。较常用纱文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学倒摆会当讲是一项最方便甲经济交通工具。FM91.1关怀广播电台提醒你。不管是家己骑车，还是予人载，拢一定爱戴安全帽，才袂造成危险哦。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嘉文，欢迎各位收听关海广播电台厝边隔壁节目。今日要甲各位讲，就是不分区政党的不分区名单。啊，即摆吼，民主进步党、国民党、民众党，啊，甲即个时代力量啊，参即个民众党、时代力量，甲宋楚瑜一个党吼。迄个亲民党拢摕出名单出来吼，当然上大家注意的就是国民党迄名单吼。即政党的名单吼，大家也足袂即种袂习惯，所以不分区的名单其实已经实施几落届，足侪人袂习惯。吼啊，国民党即个名单意见反侪、纠纷反侪、争议反侪，咱希望当然会先讲政党即名单的代志。台湾以前选举是无即种政党名单吼。台湾伫1990年代国会全面改选了，初嘛是无这不分区的名单。不分区，台湾有不分区名单是两个原因出来，两个，一个是学德国吼，德国因德国的政治是重视政党，较无重视个人，吼，因咧党甲党的立场足清楚，变成咧选是选党，毋是选个人。所以党比个人较重要，啊，所以即摆党选出来，比如讲，你即党甲我即党，我即党选出来，应该，吼，比如说100个来讲，我有60个吼，我有60个，我应该有60个，我得到60%的票，我应该有60个，即个叫做，是的，一个感冒吼，应该有60个，即个。国会议员，啊，地区选出来，若选讲地方才选35个，啊，就补25个，互补到60个，哦，补到60个，就是讲伫国会，是咧国会内底，席位甲你政党选出来得票的比例也共款，哦，所以像这党，比如恁这党得到40%，我这党得到60%。咱这国家有100个立法委员来讲，我要摕60个，你才40个。啊，你这党，你若做讲你选出来，这个党，是的吼，有个感冒的款。你若选到30个吼，地方选着，你拢阁补10个，补到40个。所以你国家是党较重要。我参与这党，就要服从这党的领导，这党的内部开会决定咱的立场是安怎，这党比较重要。这是一个德国式的不分区的制度。啊，台湾当然是毋敢学即款的吼，台湾毋敢学即款的，台湾人对党，为了讲选人无选党，吼，选人无选党，较无咧重视讲党吼，有的人。走来走去，连个今日民进党、明仔国民党，后日啥物党有当个变无党啥啥，哦，所以较无共款。所以咱是区域性，另外区域性，啊，即个叫做不分区，另外不分区分开算，哦，啊，即个都政党票出来，敢若影响到不分区的选票，哦，无甲全部的即个。国会议员的票数偌济是无关系，伊就分开算，所以即摆咱来制度，这是第一个原因。台湾学德国学一部分，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吼，较早国民代表吼，特别国民代表，吼有迄个以前老的有代表中国，啊有以后佫代表即个叫做海外侨胞。所以就是到尾啊，国会全面改选了嘛，要挑选交选的立委、交选的即个或者国民代表，以后国民代表会读了以后吼，嘛过一段时间也有一寡挑选的代表、挑选的委员吼，啊，以后慢慢即个制度就交选就会读吼，因为海外有一寡连载，咱。台湾人不管外省本省的，国民党的支持者、民党支持者，拢有向个海外一寡人才，有当要叫伊倒转来选，要甲指定，伊转来选当也选袂掉，所以都用不分区，互伊会当做一个国会议员。以前
台湾咧选举的时阵吼，国民党时代一直烦恼讲，台湾咱一直选因外省人吼歹选，歹选我现在为台湾话啊讲话，地方啊基础也无歹选，所以就想讲，要互一个外省人吼啊上近的军官会当去做国议员，就是有一寡政党代表。这政党代表，政党代表就是咧由党的决定，毋是由选民决定。选民是选政党，啊，政党看比率分配偌济，啊，比方即个党分配20个位，即20个位由党去决定，都爱事先排名，都顺序排出来。啊，即个党会当有20%，吼，咧全部40几个不分区立委内底，互人去分几个，啊，事先名单互大家知影。所以我要转即个党，要转互你毋好你，我除了即个党，我对风评好啊歹，以外上重就是看即个人吼，即个恁咧党的排第1名、第2名、第3名、第4名时候，吼，来决定我是毋是要支持的，这是要做不分区。啊，即摆不分区会引起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党吼。国民党、民进党问题较无遐大，民进党甲其他小党、亲民党、时代力量，还是讲，因才会当有要摕不分区的党，其实意见大家差无足多，内部也好，外口对无啥物特别的意见，国民党意见上多吼。各位会知影讲，国民党提的意见多，就是党主席摆伫安全名单。国民党迄个吴敦义吴主席吼，伊摆伫即个党的安全名单内底，这引起足大的问题。啊，真侪人咧甲批评讲，吴敦义就是想讲总统会输，啊输到尾伊就爱伊这党主席照因的例就爱实践。总统选输，党主席爱实践是国民党的文化，较早因的传统，啊，所以有阵嘛烦恼讲，爱当70通头咯吼，选转搁选嘛无法度，但是讲全安尼，就莫搁做立法委员吼，莫搁做啥物吼，伊也毋愿。哦，伊少像王金平讲，最后无做行政院，无做立法院长，总来做立法委员。啊，立法委员吼，国民立法院有一个传统吼，以前若做过院长的人，迄个以后离开伊的办公厅较大间，有比普通委员较大间，迄是国民党因家己来报的。应该是讲立法院一向的规定就是安尼啦。今仔做无一定国民党，我相信苏家全今仔落台。啊！伊卸任到，伊若搁去做立法委员，伊即摆是无要做。若准伊搁做立法委员，我来开一间较大间的办公室。啊，所以王金平无做院长了，继续搁做立法委员，搁做4年，吼，伊即少有办公室，有薪水，会当请助理吼。啊，有阵你可能就是想安尼，国民党人咧讲，伊咧判断有阵你想讲，啊，立法院。吼，选因国民党较歹嘛，会选到一寡人，有一寡安全名单10至14啊、13、12吼，总是有法度搁选出10几个出来。啊，所以伊咧惊讲总统若选输，伊主席爱落台，啊，主席落台，伊要创啥？或者有当年一世人拢咧插政治的啦。以前大学毕业无偌久，就选到市议员，开始就插政治啊。哦，啊，向人叫伊讲用伊毋肯啊，所以想讲啊，无我若党主席无做，我嘛搁做立法委员嘛，拖3、4年吼，过一时间，甲王金平的同时共款，吼，这是因国民党内底咧讲。啊，当然有一种讲法，像王金平，吴敦义。想讲大选的结果，虽然总统可能会输，但是立法委员也大赢，吼啊大赢，民进党输，立法委员输，民进党虽然总统赢，万一若立法委员输，啊这当初就是立法院长，就是
别人做，毋是民进党做。那国民党做，伊就想讲，即个有对那想伊要做立法院长，有咧讲，即两种讲法拢有啦。较好诶是做行政院立法院长，较歹就是讲上少做立法委员，嘛袂歹啊，吼。啊，所以即个问题就互足侪人批评，讲你党主席也无咧想整个党诶代志。也有咧想讲，我怎做选，敢若靠你家己讲会保留你一机会，吼、上尾啊，上有通4年做立法委员，吼、敢若想这，互足侪批评。啊，有人敢想讲，啊，你无咧认真咧甲总统做选，互咱国民党会当执政，啊，敢咧烦恼讲，看你以后，吼、好歹会当去做一个立法院长，吼、伊做过行政院长，以后搁做立法院长，吼、嘛。嘛袂歹就对啦吼，伊是有这种讲法。所以国民党内底到目前，国民党诶党员有足侪人有咧甲修理即个问题吼，修理即个问题吼，有拄你话讲伊足委屈啦。伊本来排伫第几啊，即摆刷到14，吼，伊甚至甲因诶党员讲，嘿，我诶人吼，要选总统嘛有资格呢，我选总统。有过分嘛？我有资格，我即摆做立法委员，你嫌我讲无应该。啊，有诶是讲啊，总统，你党主席家己排伫即个不分区诶席位，逐个烧钱啊，10几个人尔，安全名单10几个内底，你总主席家己排伫头前吼，伊讲安尼吼，足无应该啦，嘛伊自私咯啥吼。国民党内部诶代志，即摆嘛是还未解决啦，还无解决。啊，其中有几个人，你各位人看新闻拢知影咯，伊伫国民党内底伫咧计较。第一个就是即个邱毅嘛吼。啊，邱毅即摆实在变做国民党内底提名嘛，足奇怪。伊本来是跳出新党诶吼。讲为什么做新党？新党就是当初国民党。政院局死了以后，李登辉做国民党诶党主席甲总统，因一寡外省人足不服，专家走出来做一个新党，啊，专门咧反李登辉。国民党真正无多接受台湾人做党主席，国民党做总统嘛是袂接受，所以李登辉当时要做总统嘛足艰苦。等足侪问题，所以你顶个写本书讲这老虎嘴边的总统，老虎还有口边的总统，讲即个台湾这总统哦，那是伫虎的嘴边啊，种足危险的、足歹做的一个总统，这希望那个公司安怎李登辉得歹做，啊，所以李登辉。咧做总统诶时阵，佮兼党主席，叫国民党人立去兼党主席，啊，一寡人就退出，你都无爱好看到台湾人来做党主席，看到台湾做总统就退出做一个亲党。啊，亲党当然无啥咧活动，就是党无即摆专门甲中国咧来往啊，就走去中国啊，迄个党主席迄啥物人，拢伫中国咧出力，我拢定退，讲话甲中国共产党讲诶共款，这是笑伊啊。啊！即忽然间就变做国民党内底不分区，佮排伫头前。好，莫讲咱不服啊！咱民进党，咱一般人讲，咱即款人伫中国专门咧讲迄种话，你也甲伊捏落不服哦。所以伫中国咧讲，伊毋是替咱台湾咧讲话，是替中国咧讲话呢。伊嘛鼓励中国政府啊，赶紧甲台湾统一起来哦。必要诶时阵。用武力来拍台湾，甲台湾关来，伊讲即种话，咱无感觉，咱讲伊无像台湾诶人呢，是台湾读书诶呢，台湾栽培出来，可能是教授级诶人呢。感讲即款诶人，你伫中国咧讲话，比中国共产党讲得佫较远，啊，所以中国党呢，伊讲诶中国足爱伊讲伫中国讲嘛，就像咱以前台湾有反共意识来遮嘛共产党共款，啊，台湾中国看着台湾有一个教授伫美国伫中国，四个咧讲民进党诶歹话，讲台湾诶歹话，啊，甚至注定讲统一即款诶人咱以前逐个足推啊，即个人，
即摆突然间，家己列入保安区，搁摆伫头前，安全名单一定会过去吼。所以毋是讲甲咱咧骂嫌爽，国民党内底嘛咧骂，逐个咧骂，即个到底即个或者吴敦义吴主席是安怎要甲即个人，毋是国民党诶，是亲民党诶，就一日食饱伫中国咧骂台湾，就一日食饱对共产党咧宣传人列入伊保安区，足侪人咧讲法，不一样的讲法。有诶讲啊，都即个人若出来吼，以后即个吴敦义要甲中国来往吼，足简单，因为即个人伫中国有关系啊。嘛，甲中国证明讲，我吴敦义是支持统一的，毋是支持台独。我是支持中国，无咧支持台湾所以，伊摕即个人证明讲，即个吴敦义是支持统一的，支持九二共识，讲要签和平协议咯，啥，伊的立场，就是甲中国共款。伊甲吴敦义会当靠笑伊去中国的关的去甲因讲安怎这是一种讲法啦另外讲法就是讲，这是中国爱的。中国意思是讲，即个台湾人伫中国讲正侪话，甲共产党讲共款即个话，若去离开立法院做立法委员，一定影响到立法院是中国爱的，到底是中国爱的，还是吴敦义调出来要甲中国示好，甲中国讲，你看我摕一个对中国真好的人，不知道啊。就不知总是有这意思啦。当摕这出来，就表示讲，即人中国人欢喜。所以即个前摕出来前几工以后，摕出来了好，大家都拢乱。当时民主进步党的人定定甲即个有或者笑伊敢若骂来骂去，即个伊嘛咧讲中国国民党嘛讲。敢甲民进党收拢，毋惊民进党甲伊收你的，就是笑伊啦。笑伊面皮足厚，足敢，足敢讲东讲西，讲直接讲足明啊！我讲统一啦，我就是讲台湾袂应该独立，我讲台湾是中国，要中国管啦，这是笑伊，所以因为其他一寡问题所以国民党。只有召开临时中常的决定，佮提名一摆，到即个笑伊第二摆就互推出来，听讲，当然大家足反对，毋过因国民党宣布讲，这吴敦义或者笑伊家己无爱做，家己无爱做，讲啊，既然大家这样意见，我嘛就提起，我就换别人，换，搁一个国民党内底上有争议的，就是一个将军是姓吴的将军，这个吴的将军以前去中国，伫习近平咧演讲，伫遐听，搁伫遐唱因的国歌，迄个徛车拍听国歌、听演讲，搁拍扑克，一个人。等下台湾，大家都咧甲骂。迄阵，即民进党咧推动即个年金改革的时阵，伊就带头啊，所谓500壮士啊，都带头，伫遐咧反对民主进步党年金改革。其实一个尔10几万啊，伊是将军啊，伊将军落台啊，将军毋是落台，将军退休的啊。伊领10几万啊，伊也伤少，就领对带一寡即个反民主进步党会跩或者军官特别是迄个叫做华富省党部发言人，伫街头抗议，伫立法院包围啊，伫四界咧嘛出门嘛民主进步党咧反对年金改革迄个嘛摆伫安全名单。虽然大家咧攻击，但是嘛是无效诶。国民党嘛坚持，都要互伊留落来啊，互留落来。即摆大家咧烦恼但是讲即个人以后伊若去即个立法院，一定参加国防委员会啊。国防委员有足侪机密啊，国防委足机密，伊若去做立法委员，
虽然法律上伊也保守秘密，但你若知影讲伊有将台湾国防部的秘密摕中国，这真歹去查。咱国防部咧编预算的时阵出立法委员会当看内底足侪预算，机密的预算，佫会当去台湾各所在看。像我阵做立法院的这或做国防部的立法委员时，我定时要考察啦。恁别人袂当去的船顶啦、山顶啦，还是雷达站啦，是部队啦，是即个像讲军事情报局啦，足侪所在你拢袂当去，阮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会当去。以后即个人若去做立法委员，也加入国防委员会，因为台湾的所在，伊要经去倒会当去啊？你敢会知影讲伊伫遐看个物件，摕中国啊无？伊讲伊袂啦，伊讲伊支持的是中华民国，伊是中华民国，伊是袂背叛中华民国，但是伊的中华民国伊讲伊甲蔡英文迄中华民国无共款，所以伊讲袂，但是逐个足烦恼，但是即摆嘛是用对咧啊。当国民党有足侪种诶，或做名单，有足侪人反对啊。当然这也无怪出，即个有当你讲真清楚啊，爱做人足侪啦，想推荐出来要做人足侪，当然有足侪人不满意，即句也是对啦。但是一个不分区的名单摆出来，代表你这政府、你这政党的立场啊。政党立场就是甲人无共款啊。这政党立场甲民党有啥无共款？咱民进党所有立法委员内底拢支持台湾嘛，支持台湾独立啊，支持台湾主权啊，支持咱台湾无要中国管啊，反对9·2公司啊。这个民进党所有的你甲看，无一个敢讲伊是赞成9·2公司，无中国管无啊。国民党内底几落个啊？有个名单莫踮一直念着，像内底嘛有一个反对或者反对即个香港迄学生啊嘛有啊，还有咧讲东讲西一大堆人因的立场，甲真正非常无共款。拄仔咧讲即个将军伊讲伊支持中华民国，效忠中华民国。伊讲中华民国台湾无共款，这是老问题。我伫遮嘛有讲过啊。你知影伫国民党开始咧初选的时阵，不管是韩国瑜啦即个郭台铭啦因拢开喙合喙咧讲中华民国。其实你若上来甲讲这其中甲成绩有关系啊。今仔有拄你这样歹做人，就是因为是台湾人。可惜一台湾人，包括王金平、有拄你，伊伫党内底是无啥地位，是无啥地位。伊表面上伊嘛讲真受尊重，但是实无啥地位。王金平爬起来，其实是李登辉的关系。李登辉做党主席以后，做总统以后，一直甲提拔这是伊有。到尾伊伫继续做立法委员，做立法院院长，这是有原因。若无因外省人是真无法度支持台湾人来领导因的党，还是领导台湾。今仔想想当时，这个叫做有拄你现在会选到党主席，真简单啦。因为对手是足弱的对手，对手是迄个洪秀柱。洪秀柱迄阵选这个总统候选人足趣味伊真侪国民党当时无啥人要选，洪秀柱出来选，结果有民调咧做民调的时阵真侪人要国民党歹看，像国民党若洪秀柱出来选较好选，所以逐个人讲好支持洪秀柱。到尾洪秀柱就提名做总统候选人，甲咧选立委主席的时阵，伊甲有拄因咧选的时阵，伊甲有时选的时阵，因为国民党的党员，包括我老胡啊，有感觉讲即个洪秀柱较无成一个党主席，都算支持，有阵伊就调去。若无实讲
国民党内部讲这大人做党主席是足困难，非常困难。这毋是讲吴敦义伊会形象好，国民党外省人甲接受无一定。哦，迄就是因为伊对手是一个足弱的人。啊，无基本上国民党无法度，真无法度支持一个台湾人做党主席。用李登辉上好啦，李登辉伊这是蒋经国提拔出来做副总统的。啊，蒋经国死的时阵，伊就当然升做党主席，做总统啊。啊，只国民党的党是历史，伊就爱兼党主席啊。但李登辉要做总统这关困难真多。啊，第二要做党主席兼党主席这关困难嘛真多。啊，我有诶是听李登辉家己讲，有诶是外口大家拢知影。李登辉伫蒋经国死了以后，吼，国民党一直拢无决定讲要互李登辉上任宣誓上任。啊，所以伊当时蒋夫人也伫台湾，迄老欧巴桑也伫台湾，也叫李登辉去啊，叫李登辉去。甲李登辉讲，你莫去做总统，吼、你当宣布讲你破病什么原因，你无爱做总统。吼、啊，那台湾会法律规定、宪法规定，总统若是副总统若无爱接总统吼，就叫行政院长兼代理3个月，代理3个月，啊，来佫定再选总统。伊当时选总统是国民党会选的，啊，所以蒋夫人也甲李登辉讲。甲李登辉讲你莫接啦！你讲你有啥物破病啦，啥物原因无爱接，啊，着由余国华行政院长去代理3个月。可能迄当时蒋经国要死是意料之外，我是国民党的外省人无想到讲伊会反早死，吼、啊，所以事先啊嘛无法度啊，伊都已经是李登辉咧做副总统，国民党也无法度改啊。哦，啊！就李登辉蒋经国任期还要到去过身，当然李登辉接起来。但是国民党足一人反对台湾的人去做总统，哦，啊，所以李登辉蒋夫人就叫李登辉去。李登辉讲阮听，伊去以后，蒋夫人甲讲，宋明人甲讲，你莫做总统，吼，你讲是一个理由啦，莫做。啊，叫余国华去代理3个月，啊，由国民大会当时国民大会也对咧选择新的总统，吼，我讲这段时间，这个代志吼，我看来讲较清楚互恁听。咱即摆休困者，进入广告，再继续进行厝边隔壁，多谢各位吼。关怀广播公司台语台语新闻。关怀电台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公司台语台主播吴国正，欢迎收听台语新闻。香港高等法院采取裁决禁服面法是违背宪法，不过针对香港人民抗议的时，敢会当服面是还未定案，11月20日才会开庭处理。啊，昨暗香港理工大学四边抗议的人士和警方对峙规暝。警方出动催泪弹、水炮车，佮举出一款音波炮，互抗议的群众听到迄落声的噪音会艰苦。香港警方针对理工大学四边清场，将示威的人士赶入去学校内，个连街路都封锁，并若有人要对理工大学内底走出来，警方就会拿棒催泪弹拿掠人，甚至连少路经过的民众有诶嘛毋放人煞。现时人伫咧理工大学学校内底，学生会代理会长吴国煌就讲。目前因遐尚无还佫有500名抗议的人士，便若要行出去，就会互警方击出来的催泪弹赶翻头。早起中选会开始接受总统选举的登记，亲民党提名的宋楚瑜和副手余湘2人，伫咧早起11点外抢着头旗，煞要去代表国民党的韩国瑜、张善政，嘛对伫后边登记好势。新北市立法委员的参选人李进英早起请出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本身，陪伴伊去登记。郭台铭伫咧现场嘛讲，拜托大家将少年家送入去国会。啊，针对郭台铭的人马，竟然有诶排伫咧亲民党，有诶排伫咧民众党的不分区，万不利票若本开，那要安怎？台湾民众党的郭文铁主席是讲，
因只有是继续创新变巧，来争取更较侪选民支持。咱来讲教育部接着检举，讲彰化地私立的中州科技大学内底，有个硕士班的学生写出来论文，内容和学校咧教的科目全无牵连。学生本地来读的是机械自动化这门，毋过论文却写对命理、写对夜市遐去。当教育部已经开始下手调查，查了若有事实，就会裁决这乌白放目的科系，停止招生的处分。咱来讲高雄一个8岁的查甫囡仔，去到皮肤科挂号，讲伊10支镜头啊拢烘，指甲芳各拢发炎。医生诊断落去，才发觉讲，原来是这个查甫囡仔长期间一直绕镜头啊，佫会假指甲，拍算是因爸母管教了伤过头严来所致。啊，这个皮肤科的医师嘛讲，这款情形哪像愈来愈侪。以上新闻由第14台公视台语台和关怀电台联合制作，感谢收听。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别欢乐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家伙，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翁诶，你有听到无？新闻讲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长病毒的囡仔，出现爱困、骹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静的镜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你拄则转来，敢有先洗手？若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是，水无诶。预防长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署提供。Come on yo！ 聪明用电大公开，省电保守玻璃材，连续26到28，过路的网啊洗清气，有的家电爱换新，日明标示上放心，替你升级笑嗨嗨。哟，聪明用电好习惯，电费顺手甲切掉，电器无用板插头，冰箱内底8分甜，升级新店 No.1。更加侪节能小撇步，请就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切跳！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老公，你顶摆加保的农民职业灾害保险费阁袂记缴吼？就袂记一嘛。安尼影响着权益哦。农民职业灾害保险的保险费爱先立，被保险人爱伫每年的5月，还是11月底进前，就爱甲迄期6个月的保险费爱去投保的农会成立。若是无伫期限内缴钱，会当有30天的宽限期。若是超过的宽限期间，同款无缴，安尼资格哦，就会为6月1号，也是12月1号起就取消哦。会记的，紧去立哈。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哪怕贵哪自由，就会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嘉文，咱继续这种趣味隔壁的节目吼。咱实际无爱讲外省人甲本省人无共款，外省人本省人中间的问题吼，但是实际上是存在啊。你讲李登辉虽然是张建国提名副总统，但是因为要不接总统的时候，迄偌艰苦咧，迄困难重重。到尾看会出讲国民党吹啥吹拢讲边啊平等啊，边啊讲国民啊，莫分啊啥，但是因咧分啊足清楚。所以这个问题，即马虽然咱法律已经无咧讲外省本省，无咧责怪啊，但是实际上是存在。
即摆选举看会出来，这选出来，只不过到底也成功李登辉的代志。李登辉讲，伊嘛甲阮讲啊，伊讲你究竟个死了以后，照讲马上就爱由副总统接总统嘛。咱美国甲当年甘乃迪死的时吼，因伫飞机顶马上宣誓就任嘛，江省马上宣誓就任做总统啊。你国家哪会使无总统？啊，种结果死了以后，李登辉无法度马上就任。啊，孙副就宋美龄就叫伊去，讲你莫去做总统啊！你讲找一什么理由讲你无爱做？啊，然后由余国华行政院长余国华来代理3个月。啊，这余国华是蒋家的账房啊，蒋家来会这助理嘛，哦，完全听蒋夫人、蒋介石的命令的人吼。啊，所以蒋夫人讲，伊个话代伊3个，啊，你莫做啦，你莫去接啦。李登辉当然毋肯啊，毋肯就等就伫蒋夫人头前遐讲啊，则无爽快啊。啊，蒋夫人甲我讲啊，无安尼尔，你做总统，我做党主席啦。蒋夫人讲伊要做党主席，伊无爱互李登辉总统兼党主席。李登辉毋答应啦，伊讲这爱党的决定吼，伊袂使。答应又无答应啦，好，我讲蒋夫人就足受气吼。啊，蒋夫人讲啊无安尼啦吼，你做党主席，我做荣誉主席啦，荣誉主席。哦，啊，李登辉当然无答应的，讲我做党主席，啊，逐摆开会就乌巴送伫遐做荣誉主席，应有主席。啊，伊也伫遐，因为主席比我较先摆啊。啊，伫遐人家正当正西，因就伫遐讲吼，我要听伊，还是要听我的？李登辉无答应。啊，你听讲蒋夫人佫讲一案讲，啊无你互蒋纬国做党主席啦，蒋纬国做我莫做，互蒋纬国党主席，而去做总统。李登辉拢无答应。李登辉这人当然伊年纪也大，经验也丰富，啊，我相信伊也是。心里有准备啦，吼！蒋介石咧破病要死的时候，伊就心准备讲，可能会发生什么代志吼。因为外省人会安怎家治，伊嘛拢有注意，所以到时就讲我要做总统，我要兼党主席，伊就坚持啊。啊，坚持就拖，做第2天透早，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就开会啊，讲咱的党主席，咱的党诶。总主席蒋经国死，啊，当副总统上任是当时要来宣誓吼。啊，足侪人毋敢讲啊，蒋夫人伫遐，足侪亲国外省人伫遐，无人敢讲啊。宋楚瑜起来讲，宋楚瑜阵啊只是党部的一个干部尔，伊总毋知做啥物，副秘书长是啥物吼，伊是一个助理级的尔。啊，蒋夫人就这宋楚瑜当然是蒋经国的人，宋楚瑜毋是蒋夫人的人。迄阵国民党老蒋诶死了以后，蒋经国派甲宋美龄派咧斗嘛。迄阵阮阵啊，伫台个阵拢听讲，蒋经国派做太祖派，其实老蒋也未死，因就咧斗，做太祖派。啊，蒋夫人咧派做太后派，太后啦，皇太后。像慈禧太后款的太后派，都咧开始咧斗。啊，这个宋楚瑜伫遐话讲，一个国家太师，吼，一日无总统吼，啊，昨已经这个蒋经国已经死了，即摆爱赶紧有总统上任，太师无总统，啊，赶紧上任，莫再搁拖啦。邓高义夫叫大家都无人敢搁伫遐反对，啊，全决定讲好来宣誓就职了。所以李登辉欠宋楚瑜一个情，所以李登辉到尾就互宋楚瑜去做党的秘书长，啊，第2到尾搁互伊做省主席，搁做省长，拢安尼甲栽培起。哦，今仔宋楚瑜就去做亲民党，伊当然李登辉时代是听李登辉的，但是即摆李登辉无咧管代志，伊当然伊就有伊的看法，伊足侪看拢甲咱无共款啦。甲咱无共款，因为外省人是外省人，所以李登辉做总主席，哦，
佮兼即个总统慢慢裁了一段，你拢有清楚吼。而且国民党一直拢无法度接受讲，台湾人咧做总统、做党主席。我记我阵咧做律师的时阵，阮律师公会有2个人姓蒋，因浙江人，迄大概是甲因蒋家因有啥物关系，我毋知吼。啊，定个吼啊，拢画来画去，因虽然律师公是少数，但拢差不多伊咧画。即党迄律师公虽然无足重要吼。但是拢因那个法要安怎就安怎，拢伊咧决定吼。有一天，因咧一个姓蒋、浙江的律师甲我讲，中华民国总统一定要浙江人做，中华民国总统一定要浙江人做。我想奇怪，你无代有一个讲安怎？迄阵仔大概是老蒋的，因要搁选总统的时阵，中华民国将一定要浙江人做。啊，我著足无爽快甲讲，啊，是毋是爱姓蒋诶？我听着面拢变起来吼。啊，我悄悄讲，是毋是要姓蒋的？我著足无欢喜啦。啊，你到尾啊，你讲到尾啊，即个做李登辉无做党主席了吼，咧选2000年、2000几年吼。迄阵啊，2008年啊是2000，阵咧选党主席，2000年啊2004年咧选党主席的时候，吴晏球甲王金平咧选，王金平当然年纪较大，而且伊的资历也较久，吼，伊做立法委员、做立法院长做足久，吴晏球是做台北市长吼，啊嘛较少年啊。2个咧拼的时阵啊，宋楚做马英九是美国的博士，啊，王金平无博士，咱台湾的学士，伫选举的中间吼，最关键的是，迄外省为首的叫做黄复兴党部军方的吼，迄阵仔王金平伊咧讲，伊事后咧讲阮听，伊讲。伊是想讲，伊若要选党主席，一定要做军方的、做黄复兴党部的人甲支持代表，所以就叫人安排请因食饭。我会记得伊有讲，伊请超600桌，600桌请应该超6000个人，在老外是退伍军人，还是讲农民之家，就人安排，开袂少钱，去请。啊，请是讲再算了，再票了得交互我王金平就选党主席啊。伊说其实马英九声望足好嘛，4月去演讲，大上这少年吼，我都足特别一寡女性的党员吼，足爱即个马英九。啊，王金平知影讲，我若做老我选我都会调，就开始请。到尾啊，你知影嘛是无调。王金平足怨叹讲，无采我请遐侪人，结果嘛无啥票。因足计较，因看台湾人是看足无。咱拢讲台湾人外省是平等，迄当时总处于咧选省长的时候，民进党咧话讲袂使外省人做省长，我阵仔嘛讲毋通安尼讲，咱都无爱互选，无支持就好，莫讲外省人安怎，咱嘛是讲上岸无爱讲摆脱外省人吼。啊，但是事实上因有咧甲人摆脱，王金平就到尾嘛足怨叹。伊讲哈，有才我开咁侪钱，无票就是无票。啊，以后马英九做总统，伊不但讲，佮兼党主席对王金平啊用尽办法打击，甚至要甲开除啊。迄阵做立法院长哦，嘛要甲开除，迄代志就是无足久，到了开除了无成。所以即摆总统的选举吼，你甲看，你敢无看到外省甲本省的问题？国民党不管只要王金平以外，你讲韩国瑜啦，郭台铭啦，啥物人开集合出来就叫中华民国，包括这个或者吴敦义嘛，出中华民国。迄个将军去中国走去中国姓吴，迄个将军伊嘛开集合就讲我是效忠中华民国。不过伊有讲较明我的中华民国甲蔡英文中华民国是无共款。
因先仔无共款的，因为中华民国就是讲较早伫管中国、管蒙古、西藏、新疆迄个国家就对了。迄个国家即摆是亡去就无咯啦。啊，伊绝对因都毋承认讲，因就是干太平金马即个国家，伊毋承认讲我即个国家，阮的中华民国是偌大偌大吼。因讲这就是伫较早50-60年前，阮来压咱台湾人讲，阮的国家是中华民国，因台湾人是小部分一省尔咧。你来听阮的喙呢，阮较大咧，迄种国家已经早就互咱甲修理了吼。啊，即马佫咧发讲，我是中华民国咧，我毋是恁台湾讲咧。恁咧警备总部抑佫对个时，戒严也对个时，恁若讲台湾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不存在，就是叛乱咯。全世界无人咧承认你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代表管蒙古、新疆、西藏啊，但是伫台湾警总照讲啊，你若毋承认，讲法就是叛乱啊。哦，啊，咱讲台湾国家不管叫中华民国，现在中华民国是不中，我是毋歹啦吼，但是就是名无改，继续用中华民国吼，也无改以前，总是国土是太平金马安尼尔。我迄个做郭台铭吼，啊，一个中华民国安无啊低调调，我就讲啊中华民国，我中，因都从来不是讲台湾啦。伊就是讲我国家是中华民国啊，因咧外省人是定用即款来甲你翕啊，甲你翕啊，讲我是中华民国，恁台湾是中华民国小部分尔尔咧。这中华民国已经亡反久咯吼，啊，你台湾就足不应该即个名一直拢无改啊，蔡英文无改即个，无推动即个名要改吼，嘛是用批评啊要死啊，所以要改其实有足侪困难，但是。伊无去改，无去推动，伊无法度改。总统袂使讲要改，伊改就改。但是伊无咧推动改吼，即点互足侪人批评吼，足侪人批评。啊，所以因即摆咧讲中华民国，你问郭台铭，你去中国敢讲中华民国？你已经无法伫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你去中国敢假伫吼？你伫美国伫美国无人咧管你嘛？你台湾伫台湾嘛无人咧管你啊？哦，你直接讲我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你问我中华民国是管外看？哦，韩国伊嘛动不动讲中华民国，伊的副总统候选人嘛是外省人，伊嘛毋肯用一个台湾人去做副总统候选人嘛毋肯啊。蒋经国也会晓讲用一个李登辉做副总统候选人，伊袂啊，伊就免拢外省人。啊，开始讲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是到底啥物？哦，伊就是毋承认台湾啊。啊，台湾咱咧讲，咱的国家是太平金马，马上有一天不幸韩国会当选总统，伊会讲我毋是管太平金马，我是管全中华民国的，包括蒙古、新疆我管的呢。伊喙就安尼讲，伊这讲这话是啥物意思？就是讲，恁台湾人只是这个国家的小部分啊，你们是少部分啊。即较早，阮咧甲即个国民党足侪人咧辩吼，因就讲啊足明啊，因就讲啊足明讲，我们中华民国是大国家呢，恁台湾是阮的小部分，恁台湾人干来会当享受小部分的权利尔。啊，讲即讲足无意思的话啊！啊，所以你看国民党迄个名单，不分几名单内底，有几个人承认是台湾，我毋知影内底有几个台湾人有啦，吼，像台湾人讲，或者。啥物？莫讲啥物人吼，因喙敢讲我就是台湾啊，阮国家是台湾，我敢若管台湾，伊毋敢讲。吼，伊毋敢讲，伊敢若讲东讲西吼。其实吴敦义会互犯罪人批评，其实原来一部分是因为是台湾人，伊是台湾人，伊今日当做台湾人做党主是足无简单的，拄啊一抢是一个机会互做。啊，但这问题，当然，伊提出来名单，逐个拢足袂接受的。逐个虽然批评伊讲，因为伊家列伫安全名单，用批评吼，其实原因也是因为你是外省，你毋是外省人。所以今仔台湾的选举，咱已经
拼证据目的就是无爱讲台湾本身，咱台湾法律已经无外省人，咱法律内底职权已经早就取消了，但事实上因拢有存在。啊，台湾即马若咧讲外省人本身啊，你甲分安怎分呢？若开出来就讲中华民国，举一支旗啊，讲中华民国，毋讲台湾，迄种大部分拢外省人。啊，伊是安怎无爱承认台湾？是安毋承认讲即个国家是台湾片，金门马祖是安怎毋承认？因为伊若承认了以后，会甲咱就平等啊，伊无爱甲咱平等啊。赵少康就是安尼讲啊，伊是外省人啊。阮外省人十几个啊，规中国的人拢是外省人，伊十几个，你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啊。我这种代志咧甲咱花啊，就主张因爱占多数，权力国会爱占多数。啊，所以当初我捌讲蒋经国，伊伫美国以前提出的案，就是讲立法院若准200个啦，对一半爱外省人。一半是代表中国国籍，台湾外省人去代表因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在每台湾人找100个来对代表因国籍，这制度咱无接受啊！你究竟到即摆死去偌久咯？20-30年咯呢？啊，所以这个法律咱也修改了了，台湾无外省人，职权拢是平等，但是事实上。政治上也是存在，所以你甲注意听，这个叫做总统候选人，不管是选无着郭台铭，提名有着韩国瑜，因的想法绝对无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伊是讲中华民国。啊，国民党内对立法委员，包括阮中华。会做立法委员，因4个台湾人哦，中华人哦，因敢有去想即个问题？伊敢有想讲，恁今仔日台湾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恁去立法院，甲因斗阵，甲迄国民党的部分去斗阵，甲国民党来对因斗阵，恁敢讲台湾是一个国家，恁是台湾国家的国民？伊若咧讲九二共识好啊，讲反攻大陆好不好啊？你讲甲中国签和平条，你敢讲？你敢讲？啊，但民主进步党的党员足清楚，咱绝对讲咱无甲中国统一，无甲中国签啥和平协议，无甲中国即款承认九二共识，咱足清楚。国民党内底因就是清楚的人，伊嘛毋敢讲。所以即摆讲，即摆选举事实上毋是普通的选举。咱就话讲啊，咱对方乌道毋通选，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真正这是一场问题，吼！你若主张台湾是一个国家，咱是台湾国，毋是中国的，甲中国无要统一，这是民主进步党立场足清楚。啊，若踮咧讲啊，无讲足清楚，讲九二共识啦，台湾甲中国是同一国啦，两岸一家亲啊，还是讲即个台湾啥物讲主权是无聊的代志啦吼，啊，就咧讲两岸和平啦，甚至咧讲台湾莫买武器啦，等等，做人绝对毋是民主进步党。啊，因是毋是大部分拢外省人吼？大部分拢外省人，至于讲足侪少数台湾人伫内底，因拢毋敢讲话，因拢毋敢讲话。啊，所以即摆选举吼，为这不分区内底争议看会出来。哦，有当然虽然是台湾人，但是伊摕足侪即主张强烈统一的人咧做不分区，啊有稍微讲赶出啦，但是这将军也留咧，啊其他有足侪人，虽然因无一定相信台湾啊中国统一，但是拢毋敢讲，啊其他足侪人拢讲，表面上拢讲，咱莫台独啦，咱中国。统一袂要紧，互管袂要紧，足侪拢是安尼。所以即摆的选举是对台湾太重要，决定台湾的甲中国关系是足重要的选举。吼，啊，这为不分区内底咱看会出即个问题。今仔讲到这为止吼，啊，请大家后礼拜同时间继续听讲，继续听我来讲。吼，啊，咱明年选举，请大家较用心注意即个问题。多谢各位，多谢。
咱今日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